做好2023年8月初6，撒利教会主日礼拜。大圣，咱做伙来听读圣经《撒母耳记下卷》第2章第1节到第7节。后来，大卫问上主讲：“我上去犹大的一个城好无？”上主甲伊讲：“好，通去。”大卫讲：“我着上去倒一个城？”上主讲：“去希伯伦。”大卫就甲伊两个某，就是亚述的人亚希暖甲密山拿巴的姨甥艾比该，拢上去遐。大卫嘛带跟对伊的人，甲因的家眷做伙上去，因就住伫希伯伦遐个城。犹大人来遐，用油抹大卫做犹大家的王。有人甲大卫讲：“麦种扫罗是基列的雅比人。”大卫就找使者去见基列的雅比人，甲因讲：“愿上主赐福恁，因为恁有用忠诚对待恁的主扫罗，甲伊埋葬。愿上主用仁慈、诚实款待恁。我嘛要答谢恁，因为恁有做即个代志。恁着坚强勇敢，因为恁的主扫罗已经死，但犹大家嘛已经用油抹我做因的王。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撒母耳记上卷甲下卷原底是一本册，因为内容较长，所以就拆做上卷甲下卷两本册。当咱咧读的时阵，会当甲这两本合作诶读，故事诶内容有连贯性。撒母耳记下卷主角是大卫，有真侪关系大卫诶记事。大卫也是圣经中故事上界长、上界济诶人物。大卫甲扫罗并名是以色列诶初王，毋过扫罗骄傲自大，也毋听上帝话。若是大卫谦卑尊上帝做大，形成对比。扫罗的死带互以色列国的分裂，也互大卫渐渐兴旺，后来创建犹大以色列联合王国，也建立大卫王朝。这拢记载伫撒母耳记下卷，咱会豆豆读到遮个代志。咱伫这摆，咱伫这个主日要听圣经讲道的这个范围是撒母耳记下卷第1章到第2章。大圣，咱来看分段。第一小段是大卫听到扫罗的死讯，这记载伫第1章的第1节到16节。大卫伫太赢亚玛力人转来的第3日，有一个少年人对扫罗甲非利士人相战的基坡山战场，走来甲大卫报告战争的惨烈状况甲结果。迄人研判应该是战场的家蛇仔，趁战争拄呾结束，胜利者还未开始清理战场的时，去战场去捡一寡值钱的战利品。结果，互伊发现到扫罗的身尸，伊就把扫罗的王冠甲手环。伊咧想讲要安怎处理这物件较好？若是送去互非利士人，一定是做白工，因为伊的行为甲家蛇仔差不多共款，是贼仔讨皮疼。
伊有听讲扫罗看大卫做死敌，所以若假使甲即两件物件送去互大卫，然后佮加油添醋，骗做扫罗伫要死诶进程活甲真痛苦，拄着伊求伊家己刣死，所以是伊甲扫罗刣死完成即个心愿。当大卫若看到扫罗诶王冠甲手权，也一定会相信，而且是这个少年人替大卫来刣死受敌，所以一定会当得到大卫互伊诶厚礼甲报赏。无拍算，伊毋知影大卫一直敬重扫罗是上帝所抹油重用诶王，大卫也袂容允任何人来加害扫罗，何况大卫也才甲亚玛力人作战煞，即个亚玛力诶少年人毋知头毋知尾，若像7月半仔即个时阵送上门，想要讨赏杀变成做是咧讨死。这嘛，互大卫有一个抬价价高会家己刣诶理由，因为伊亲喙作证讲，我刣死上主选立诶王。大卫刣伊也有一个理由，就是警惕部下，伊也是上帝所选立诶王，千万毋通对有任何非法诶想法。若是撒母耳上卷31章有真清楚讲到，扫罗落尾伊是自杀，并毋是亲像即个亚玛力诶少年人讲，扫罗是惊死软弱求死，所以即个少年人伊家己毋知轻重来毋知死活讨死。第二小段是大卫为着扫罗甲约拿单做哀歌，第1章17节到27节。大卫为扫罗甲约拿单做一首对道诶经歌，也命令人甲即首诗甲犹太人做伙学习甲流传。歌词中间形容扫罗是以色列诶尊荣者，也是大英雄，也讲扫罗互以色列诶妇人人有朱红色诶水衫通穿，以及黄金做床榻，通过着富足诶生活。大卫也为约拿单哀伤，因两人诶关系亲密，赢过妇人人会疼。中文圣经翻译做爱情，若是现代台语圣经，为了避免无必要过度诶联想解说，翻译做你对我会疼。第三小段伫第2章1节到7节，大卫伫希伯伦做犹大王。大卫伫扫罗死了后，就搁迁居到伫犹大大点希伯伦。早前先知士师也是祭司诶撒母耳，要私底下甲大卫抹油做王。但现在犹大诶人民来甲伊主动抹油，公开承认大卫就是因诶王。大卫知影基列雅比人勇敢收买扫罗甲伊诶囝，就派人去甲因褒奖，也期待因会当归顺伊。
毋过并无成功。第四段是第2章89节节，扫罗的囝伊是波设伫马哈念做以色列王。扫罗的元帅阿尼亚毋知安怎，并无对扫罗伫非利士人的战役中牺牲，伊死里逃生后来拥护扫罗另外一个囝伊是波设做王，也迁都到约旦河东岸的马哈念，离非利士人的势力地盘也较远较安全。对大卫伫希伯伦做王总共7年6个月，伊是波设做王才2年，可见伊是波设起初5年并无受以色列全部甲接纳，到后来才受认定成做扫罗王位的继承人。第五小点是第2章12节到32节，扫罗家甲大卫家的战争。有一遍，伊是波设的元帅押尼尼甲伊的部下，以及大卫的部下约押，因双方拄好伫基遍的水池仔边相拄。押尼尼就向约尼提议讲，双方各派12名的勇士做生死的决斗，要拍算双方拢死无输无赢，因为安尼双方就发生激战。总是扫罗家较输面就逃走。约押有一个小弟叫做亚撒黑，伊真熬走，甲押尼尼惹个毋放。押尼尼起初劝伊讲莫阁惹伊讲亚撒黑定毋是伊的对手，总是亚撒黑毋听，结果就互押尼尼拄死。双方罢战，各自返去伫因的首都。大卫家算的损失20人，若是扫罗家死360人，证明大卫的军队还比扫罗家较强。毋管怎样，这是一场内战，也是兄弟之间的纷争。毋管倒一边输赢，其实拢无光彩，也无利益。撒母耳下传第1章到第2章，伫遮对咱有甚物教示？第一项，甲咱讲毋通互变先仔怪气。扫罗不幸战死，对当时的以色列国是天大地大的打击，因为扫罗是以色列国头一位的国王。以色列是一个新兴的国家，扫罗的死对这个新兴国家是严重的打击。扫罗明明是受伤严重，毋愿意投降，也是受掠受辱，所以选择自尽。总是有一个阿玛力的少年人，自称伊对着扫罗是扫罗拯救甲杀死，也是伊动手杀扫罗，搁带扫罗的王冠甲手权来互大卫对伊要成功领赏。这少年人用骗术设骗局，要骗大卫，总是落尾互大卫用以家己的话来定家己的死罪。自古以来，靠骗术、骗话、食穿的变先仔有一大堆，
因用奇怪怪的方法，要拐人的术仔也袂少。咱伫即2年，台湾上界的注目就是有一小部分的人互拐骗出国去做骗人的工课，结果受限制人身自由，也互苦毒，有诶甚至客死伫国外遮的案件。变色仔是用人的善良、无知、贪念，还是惊死，还是惊因有犯罪，惊互掠，还是设投资诱拐，陷阱设局，互人骗。代笔伊是一个聪明人，伊并无互即个阿妈绿的少年人骗去。咱活伫即个世间，咱也爱学习代笔，做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会晓分辨各种是非善恶。求主帮助咱，互咱也活伫伊的真理光明中。第二，要做英雄，也是做枭雄。代笔做王以后，下面王强甲国家爱管理的人愈来愈侪，组成的分子愈来愈侪，衍生的问题甲代志也愈来愈复杂甲麻烦。用《撒母耳记下卷》第2章做例，扫罗家的元帅押尼珥表面上效忠伊实波设，毋过伊亲像做错劫天主以令天下是共款咧做地下国王。这咱伫后礼拜会阁讲较清楚。另外，达味家的元帅约珥，伊是达味姊妹的囝，也就是伊的亲外甥仔。毋过约押也是一个蛮横的军头，虽然伊无篡位，毋过伊的野心真大。到伫达味年老的时阵，甚至伊恐吓达味。约押也参与伫达味的囝阿多尼雅的叛变，落尾互所罗门王杀死。无论是押尼珥还是约押，因若安分守己做辅助者，会是真好的英雄豪杰。总是因不守本分，误用权术，落尾的下场甲历史的评价，就是互看做是枭雄狗熊，实在真毋值。伫任何的团体中间，包括伫教会中，咱拢有组织，有无共款的人负责无共款分站的工作，要得到授权，也是越级代包，做毋是家己份内本分的代志，这拢是无合宜的事。就算出于好意，也是无效的。好的同工就是会晓得伫家己的职务职分的顶面扮演好家己的角色甲责任，这就是上好的同工。押尼珥甲约押就是袂晓做好家己份内的工作，甲守好家己的身份。第三，算火算命算国运。撒母耳下卷第2章，起初达味家甲扫罗家两国两境各自发展，相安无事。总然后来演变成做争你死我活，交战几若年。起因是伫第2章的故事，两军伫基遍的水池相拄，扫罗家的元帅押尼珥甲达味家的约珥提议讲：
咱来叫咱的少年人伫咱的面前决斗。现代台语圣经直接翻做决斗，旧的巴克的译本甲中文圣经的译本较接近原文，是讲滚笑，也就是用性命决斗，甲当作是咧滚耍笑的生存游戏，甲人的性命生死当作是底耍游戏做滚笑，这实在是真恶质不可取。当然嘛有可能是暗尼尼甲约尼因做两军的元帅，本体就想要找机会来比悬价比输赢，看谁较厉害、较敖的款式。起初是派代表双方拢死，只好正面决战。6月索罗家战士是360人，达米家勉强虽然较赢，毋过也损失20人，其中包括约尼的小弟押撒赫自不量力，靠说家己真后走来追击暗尼尼。毋放，结果自断性命。这个故事除了是达米家的第一场内战，还有就是为了后来约尼报私仇，暗杀暗尼尼以及年老的大伯，伫伊的遗言中间交代所罗门毋通互约尼平安好死有关系。暗尼尼甲约押的滚笑，一直甲滚也成做达米家若强胜索罗家若衰微的因火线。咱台湾明年要搁选总统，目前咱知台面上有3组半的候选人，咱也爱观察各组的候选人，看因讲啥物做啥物。这人因拢是精英分子，有才能、有分量，会当做大代志的人。毋过有的人只是甲参选当作是咧滚笑，也就是讲是摕咱的性命甲台湾的前途命运伫做滚笑，所以咱爱千万真谨慎小心。咱选着人，才会有自由民主繁荣的好将来。若选毋着，连咱的子孙也爱缀咧陪葬，迄就害了了。咱做伙来祈祷。主啊，爸爸上帝，感谢你的听，看顾保守，互阮伫即个风台的中间。只有部分的所在拄着损失，愿意也看顾，或者个所在伫即个灾后会当紧紧得到重建，恢复因的生活。阮嘛伫今仔日所听读的圣经的中间，也看到大笔为着扫罗的死，约拿单的死，毋甘来做对道的爱歌，也甲百姓来做伙孝念。愿你也看顾帮赞，互阮伫即个世间，阮也会晓得来尊敬遐个值得阮纪念的人。求主你也帮赞，也互阮伫人生的中间拄着济遮欺骗的代志，阮也有对你来的智慧，通好分别什物是真，什物是假，也互阮无受遮歹的欺骗甲引诱。阮台湾也伫即个
明年有要紧的国家总统大选，也决定伫人民甲国家的未来命运。求主也互阮通选择合伫你心意的人，也是阮所需要的，也为着台湾的未来前途，是真正拍拼奋斗，疼惜台湾，毋是甲国家的前途交代伫共和国。阮也求你看顾帮赞，互阮伫即个时代，阮也会当有真坚定的立场来主张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要诚侪世界好朋友。阮伫你面前将即个献上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意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